我諗好多嘅品牌咧，其實未必會將自己產品遇到嘅一啲售後問題咧，會願意拍出嚟嘅。但係今次咧，我真係想 share 下一個好真實嘅案例。有一個好早期嘅用戶咧，佢問我，佢用咗一段時間 Timeless 美容儀，金屬頭咧好似冇以前咁平滑，睇落好似有少少粗鞋咁樣樣。簡單咁樣樣了解咗佢個使用情況之後咧，發現其實佢已經用咗一段長嘅時間啦。Timeless 咧係我哋推出嘅第一款嘅產品嚟嘅，使用時間咧其實啱啱好超過咗2年。正常嚟講，已經過咗我哋嘅售後保障範圍㗎啦，但係其實最後咧，我都決定係要重新寄過一個 replacement 俾佢嘅。我覺得品牌嘅售後咧係唔應該冷冰冰淨係睇一啲嘅規則，規則係當然好重要㗎啦。但係我面對一個好忠實、好長期用我哋嘅用戶，我唔覺得係一句好簡單啱啱好過咗保養期就了結咗件事。喺能力範圍之內咧，我當然想盡量保障消費者嘅一啲使用體驗啦。Timeless 推出市場到而家咧，其實已經賣超過1萬台㗎啦，售後率咧其實連1% 都唔到，就算呢個比例係相當比較低啦，但係每一個真實嘅問題咧，我唔會當佢一個數字咁簡單，因為對 PG 嚟講咧，可靠唔係完全冇問題發生，係而問題發生咗之後，我願唔願意去處理，願唔願意去負責咧？對我嚟講咧，真正長久嘅品牌信任咧，就係咁樣樣一件一件小事累積翻嚟嘅。